日头眼睛出得了这哈酒，记得容会前面晒得爱该烦忧，光光该流声音，快乐对点撒油，有个风一个人地球，爱流总还会多，胸襟大给吧，让一心。爸比在你去美国之前，先带你出去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要去哪里啊？爸比带你去日本的海洋世界看海豚怎么样？你不是最喜欢海豚的吗？听起来还不赖，我想去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们去日本的海洋世界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啊，你想要今年嘞，老爱带阿弟过好吗？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里了？我不要来这里，我要回台北，我要回台北啦！来，谁说？哎，怎么干了？送煤气卡都发起，要不滴？马该么？实在要气死哦！你呀都马该死嘞，我都爱鬼面呢，粗胖胖的呢，用阿无规矩呢，家家同阿嫂妹费事哩。冇啦。迄唔同嘅天数色彩，你都蛮耐做，咪都一身粗胖胖，家家要洗身啦。好啦，也唔係馬嘅事情，唔好安尼罵佢啦。佢哦，見就見唔通花嘅啊，阿無較惡地嘅，佢都唔講捱啊。我老講哦，曹本義哦，佢要做大夫嘅，只有去牙個卡呢。唉，我當日都愛出去做生意啊，我又冇辦法好撞佢呢。係唔係薄片嘅頭腦手快脫了，佢咪唔安尼啊？唉，錯啦錯啦。唉，佢按樣啊，你哋較好過啦，苦嘅係捱。其實阿孫啊按乖，韓國唔係有用身啊，用身比我阿公誒好多咧。啲石頭那個有嘛解好呢？係你爺講嘅哦，較強，賺較多錢。賺按多錢做嘛解？爺來誒討嘅保養對人按很好，孫誒又乖又有禮貌，哪有像我成口？也好連孫誒手臂仲快脫了。我怎啊滿意咧？叫阿孫嚟講，爺來轉來，阿孫嘅身口咩又轉來嗬？唔係阿公誒，係爺來阿弟姑。哦，阿弟姑哦，很久冇看到喲。
让慢慢混进来喏。了厝噶，我变到挨也经验咧，落挨啦。我可能哦，心肝肚啊，应该当听。我讲的啊，将叫伊家天天，下巴转来要亲好啊，希望为老家的乡样变台北人咯。呀，下就去台北人咧，下干吧，头毛嘛该事，也唔晓得讲。先转去了，行外挨货视频实在很麻烦咯。哎，等下，来，要两粒饭瓜，拿转去晒吧。是客气啦，来，安是谁呀？转啦，好。哈哈，我个洗好咧！啊，俺老三夫嘛洗好诶。哎呦，冇脱衫咯，啊，哪样会洗啦？姐姐，莫陪啦，乖啦。我要吃饭啦！我肚子饿，我要吃饭啦！小兰，肚子好饿哦。可是我会怕啊。老阿孙的两三年吓死哦！我肚子饿啦，转了都要哈，也唔会嫌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没礼貌。那黑骂人，又唔嫌俺。小孩子这样没礼貌哦！你不叫我就没东西生。阿婆，啊？你刚还有讲法哎？阿婆，台上台位。阿婆，安尼差不多，走啊，走吃饭。不要用我啦！啊，你要怎样吃饭？快点帮我用早餐啊，肚子很饿哎。好，这都是你的，没来也不说。只有酱瓜，看你要不要一起吃？什么？早餐就这样啊？妈该这样。我特别帮你煎2粒荷包蛋呢。我不要吃稀饭啦，我要吃总会三明治还有奶茶。妈该三明治，吃稀饭，配你的荷包蛋。我讨厌吃稀饭，我不想吃荷包蛋。妈该用的哦，用多了得快的呢。你要回来，叫你捡起来。黑某还会打你哦。你敢打我就报警。
起来，听到吧？我要跟爸比说，我不要来这里啦。简单一点好嘞。协理，你要的资料跟包商的电话都在这里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对了，我才刚被调过来支援，所以和厂商联络的事情，我可能都要问你。哦，你放心，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。谢谢。怎么了吗？我知道我是没有资格多说些什么啦，可是我真的是很替尤经理抱不平哎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和我讲。就是最近什么价格都在涨啊，那有一些包商呢，他们就想要趁机也要调高价钱。那尤经理知道当然是不肯啊，这些包商就故意这样子代工啊，拖延施工的进度。尤经理知道之后，就扬言要把他们换掉。可是你也知道嘛，这些包商都已经跟公司合作这么多年，关系都很好了啊。公司怎么可能会去听尤经理讲话？可是公司都不晓得说，其实尤经理这么做也是为了公司最大的利益着想嘛。好，我知道。你知道是哪几家帮商吗？知道啊。明天我们一起去拜访他们，然后找时间请他们吃饭。钱的事情我来说。真的？哦，好。喂，爸比，你这是大骗子啦！我回台北，你有没有听到啦？爸比不应该骗你啊，可是爸比最近真的要很忙，你就在阿婆家住几天好不好？我不要了，我不想阿婆家。爸比，你这是大骗子啦！赶快带我回台北，你有没有听到啦？爸比不应该骗你啊，可是爸比最近真的要很忙，你就在阿婆家住几天好不好？我不要了，我不想阿婆家，我不要住在这里，我要回台北啦！你立刻带我回去，你有没有听到啦？我命令你现在立刻带我回去！爸比是不应该骗你。可是你最近的表现真的很让爸比失望，你知不知道？爸比和你说过，一个好孩子应该要好好的听话，要乖，要有礼貌，不能随便任性发脾气啊。但是你都没有做到，爸比觉得你就好好的反省，爸比忙完再去接你啊。喂，喂，哦。喂，妈咪。萱萱，等一下再讲好不好？妈咪正在忙。妈咪，你听我说啦，爸比把我……喂，妈咪，你有没有听到？喂，妈咪，你有没有听到？喂，好痛，我快死掉了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我快死掉了！你赶快来救我啦！好痛你赶快来救我啦！我鼻子好痛
啊，我都两个做闲咯，嘛该手唔顺，然后去送药的，在家不要乱跑，对吗？跟你说哦，你要乱跑，你爸妈来接你会找不到哦。用筷子吃。你有新帽子啊？借我玩嘿！你是谁啊？哎呀，孙女啊，李崇光，你用去台北这拢还唔记得嘞？南应生给我台啊，你忘记了？我不知道永生是谁啊？李崇光是我爸，我不是李崇光啊！我跟李崇光跟人家卖你，我干嘛告诉你啊？你骗你，明明就是李崇光。哎，你给我讲一版，你那个李崇光好不好？你怎么可以随便跑进别人家？出去啊！你家又不是别人家，你帽子借我玩呐？不行啊，你身上很臭哎！唔会啊，奇怪诶，你根本用对牙红红咯。哎，人家呀，抢我水了嘛，很当今无抢我打球诶，迄打球，迄打球，去河巴种的好嘛？河巴种的又太迷呢。我哪里都不去啊！跟你赌嘛，妈妈哦，里面有卖面哦，来抢你这半条。我不要啊！你这智障，离我远一点！就摆讲，妈爱智障的从不会反应，根本就会妈爱智障咯。人家迄河巴种的吼，来做动动的，俺们这样穿了啊，来种的哦，来种的啊。转接语音信箱，多声后开始。你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？转接语音信箱，多声后开始击背。如不留言，请挂断。快速留言。
爸去种葱，我都按你恶做嘛该喏。要会现哦，臭虫哦，哪里流血？来困了啊？有尿吗？不用你管啦。唔发到挨好管咯。心暗快，都得抢骂人哦。按你乱吧，叫你爸来打你屁股。好啊，你去叫来啊。有钱去买唔到的东西，按你老人乱吧。都是会摇毛，会吃饭吗？问你肚子饿不饿？会吃饭吗？我不饿啦。怎么没有肉啊？有冇肉？要黑马盖、盐葱、董后生哎。新闻说香肠是加工过的肉，吃了会致癌啊！我妈不准我吃。什么东西按啰嗦？唔是说嘞，说说。哎呦，我不要吃菜啦！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！来紧讲哦，我警告哦，你再没礼貌、太西长，就去管偏手。你再没礼貌、太西长，就去管偏手，管到你把乱。我吃宽奶，看我敢不敢？我要吃肉啦！要吃肉，明天买。今天吃菜。我不喜欢吃菜啦。明天讲嘞，有东西好吃唔吃，按多嫌。唔说等下，我就数起来哦。吃菜。快来救我啦！我在这里真的会死掉啦！阿炮，地姑，阿炮，用的啦。
我不敢一个人睡啦，这里有鬼。乱讲，哪有鬼？有，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外面走来走去。啊，就是那个声音，就是那个声音啦。那个声音哦，我带你去看呐。你先走啦。走啊！很臭哎、啊，那什么啦？是不是这个声？啊，那是他们走路的声音。那是阿婆养的阿伯鸭子，对吗？有事情了哈。要去睡。阿婆，用用的呢，不分学习哦。这把该唔去睡嘛？新欢喜晚上都会动啦。唔会啦，记得都死掉嘞，死掉了。死掉就变成鬼啦。妈，你乱讲，不要自己吓自己啊！叫去睡啊，叫去睡。用的呢？我不敢一个人睡啊。你有没有很麻烦哦？我要睡里面啦。你成日有没有啰嗦呢？阿婆，我可以讲真话吗？你身上很臭，棉被也是。你再给我啰嗦，就去你爸房间去嘎睡。讲真话不行，睡吗？真的怪会。睡吗？阿婆，睡吗？阿婆，来睡觉。阿婆，我 iPhone 没电了啦。我该疯啦！就我的手机啊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我以为我要去海洋世界，所以我充电器没带，这样子不能充电啦。谁你又骂该手机啦？没电哦，大波卡天发。哎呦，不行啦，这样我妈咪会找不到我哎。我没有记妈咪的手机号码，所有的手机号码都在这里面哎。你两个问题特别多。阿婆，我爸比什么时候来接我啊？如果还要2、3天，你买个充电器给我好不好？你台北有，回台北充就好了。做妈该还要多买一条。哦，不行啦，我现在要用啦。你这你懂我礼貌呢？通不通就带谁上？你再这样没礼貌，我就处罚你哦。我要充电器啦！没啦！
没啦。你们黑阿峰的孙子啊？你怎么一个人回来？哎，嘿，哎，干嘛还得过？我娘伊3年走了解放咯。请问哪里有在卖智能手机的充电器吗？不知道哎。不好意思，请问哪里有在卖智慧型手机的充电器？因为无附近个股。不好意思哦，请问哪里有在卖智慧型手机的充电器？你好，弟弟，要什么吗？老板，我要买智慧型手机的充电器。哦，你这一款哦，现在没货哎。没货？那什么时候进货啦？不知道啊，这一款哦，现在真的很缺货。什么不知道啊？什么时候进货你居然不知道？哎，你是小孩子，你这样讲话啊？算了，我去别家买。嗨，那你的声音呢咯？那冇人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叫甜筒，因为我喜欢吃甜筒。你超恶心的你！谁说恶心的？唔希問，我叫甜筒。唔希問啦。啊？我認得你，你是賣草藥阿叔婆的孫子，對不對？你是賣草藥阿叔婆的孫子，對不對？你今年回來過年，我有看到你哦。唔識記哦，唔算是啦。你台北来的？你好，我叫甜筒祥，大家都叫我甜筒。他叫张翰，我叫蓝萍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每个人都有很多细菌，我不想跟别人握手。哦，你好专业哦。这个哪叫专业啊？我就不信你不玩电脑。电脑我当然玩啊。你不知道吗？电脑滑鼠的细菌比厕所马桶细菌还要多哎，所以你的手也没多干净啊。
算了啦，反正我不认识你们，不用跟你们讲那么多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如果不熟迷路，我们可以跟你讲。他对你那么凶，你干嘛对他那么好啊？阿达，你还说别人都欺负甜筒，结果你还骂他，很不应该哎。那我请问你们哦，你们知道哪里有在卖智慧型手机的充电器吗？智慧型手机，你爸有手机要充电哦。哈，问你们也不知道，算了，我自己去找。智慧型手机要充电的话，如果不想买，可以用借的啊。张翰，你爸不是有智慧型手机，你们家应该有充电器吧？借他充电没有关系吧？什么啦？比你高啊！你爸好好，居然买智慧型手机给你。我妈都说小孩子不可以有手机耶，你居然有智慧型手机。我们班都有手机啊，这是我妈买给我的啦。有手机真好。我爸妈在新竹辛苦工作，我都不敢说我要什么。我爸好像把充电器带去上班了，不在家哎。你很急吗？要不要晚一点再充电？可以吗？他晚一点再来。我不喜欢跟别人借啦，我不会再来，我自己再去找。台北来的小孩子好拽。不会啊，可是我觉得他很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不喜欢他。哪会做戏拉公摊数嘞？好了，我们去里面了，走。干嘛跟着我啊？谁跟你啊？我家就在前面。哎，我问你哦，你是不是每年只有过年才回来，然后很快就走了？这里是我阿婆家，我家在台北。你阿婆好可怜哦，多一个人。我爸会去看她啦，而且啊，我阿婆很凶哎，她一点不可怜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说这个啊？嗯。我的天线啊。天线是什么？助听器呀。哦，助听器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助听器是什么？我以为台北的人什么都懂哦。哎，等我，我家快到了，你要不要喝汽水？我请你喝汽水。你在看什么啊？这公车到哪里呀？火车站啊。火车站。嗯。哎，你不喝饮料吗？到花莲火车站，我就可以。今天我就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回台北。哦，气死！阿大的，心还是安定一下。
根本应用要按拐喏。阿婆，你要喝什么啊？你头豆洗片出来了哦，对俺烧的暗欢喜哦。阿婆，我听不懂客家话哎。我说，你今天按拐哦。阿婆，你没有认识真正的我啦，真正的我是很乖的。还有，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再让你知道我有多乖多聪明哦。根本你今天就可以让阿婆知道你有多乖啦。今天要怎样才算乖啊？帮阿婆看家啊，来奥去买东西。哦，好啊，没问题。是啊。哦，乖哦。阿婆再见。要为妈妈方便的安定一下。我好像没有钱呢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坐公车啊？是阿公哦，我是李轩啊，你孙子啊，我要回台北没有车钱，我先跟阿婆借一下，不要生气哦。我跟阿公借的啦，真的，一会儿还，真的。借的，真的。不要烦我啦！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要回台北啦！啊，你要自己一个人回去哦？不然呢？我爸妈没时间来接我。哦，好可惜哦，我们才刚认识，都还没有讲到什么话。你有空要来找我们玩哦，我们花莲最好玩了。才怪，花莲无聊死，还是台北比较好玩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有空可以来台北找我啊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去台北找你哦。我一直很想去台北耶。那就等下次我回来碰到再说喽。我要走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停车。姐，请
请问我能坐你旁边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谢谢。他真的知道火车站怎么去吗？我孙子不见呢，你有没有暗涌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飞机他就不见了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不是说你爸妈在火车站等你，现在又开口说你爸妈要你先回台北，你说谎哦，你该不会是想逃家吧？不讲的话，跟我回去哦。哎，要多锻炼，人生这样怎么可以？白斩鸡哦，我最喜欢吃白斩鸡的。啊，不要再用了啦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